東方不敗已經抽調3萬大軍，準備誓師出發。睇嚟佢真係想做皇帝。聽日我哋殺上黑霧崖，可能一去不返。東方不敗已經練成葵花寶典，你嘅武功到底去到咩地步？知己知彼，你想唔想睇下葵花寶典到底係咩絕學啊？你肯俾我睇？拎去啦！大家都已經喺同一陣線。好。當日我同東方不敗一齊得到葵花寶典，我早知佢有野心，想獨吞呢本秘笈，所以我偷偷用水紙印咗一份。欲練神功，必先揮刀自宮。自宮。任前輩，東方不敗一世人精打細算，機智聰明，佢煎磨我嘅身體，估唔到佢連自己都唔放過。為咗練成葵花絕學，佢竟然自宮，佢已經唔係個男人。為咗葵花寶典，師父出賣咗我哋，所以我同班師弟先至決定退出江湖。退出江湖？呸！靈蟲，如果呢個下一代受唔住練武嘅誘惑，再拎起劍闖蕩江湖，你點阻止佢哋啊？下一代？我冇諗過下一代。江湖只要有人就有姻緣，有姻緣就有江湖，人就係江湖，你點退出啊？一於神交，混成武德，一統江湖，萬歲萬歲萬萬歲！東方教主千秋萬載，萬歲萬歲萬萬歲！報告教主，叛匪